讲台语，台语讲百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信老师，欢迎大家收看今仔日的百工讲台语。今仔日啊，咱要来甲大家紹介的主題，就是我伫圖書館講台語。大家啊，有偌久無去圖書館啊？頂回是老師上課帶規班做伙去的，還是放學了後，你咧等四大人的時，踮佇圖書館寫功課咧？大家啊，攏是去圖書館讀冊，還是去咖啡廳讀咧？圖書館啊，是咱的好朋友，刀啊、椅啊，甲咱傳便便。熱天冷氣吹免驚，寒天佇遮攏袂寒。有人愛佇遮看文學作品、看漫畫、看紅仔冊，嘛有人愛佇遮看電影，也是休困看報紙。那安尼啊，咱佇圖書館會用到什麼款的台語對話咧？今仔日個百工講台語，咱就要來和大家做伙來分享。咱若去圖書館借冊啊，第一步就是愛先知影到底這本冊放佇倒位，佮愛知影這本冊敢有去互別人借去。所以啊，這時咱會當用圖書館內面的電腦直接去甲查，嘛會當啊有更較方便的方法。咱問圖書館的官員講，請問 AI 講台語這本冊放佇倒位？還是講啊，阮哪會找無這本冊？敢是已經去互借去啊？安尼啊，咱就會當知影迄本冊詳細信息。若是啊，這本冊已經去互借去，也是愛去過一站啊，圖書館才會進冊啊。咱會講甲圖書館的人講啊，我敢會當先注文這本《10講學台語》。注文就是事先先預定的意思。安尼講啊，圖書館的人就會佇冊到位的時，先甲咱通知哦。有時啊，咱去圖書館啊，是想要去讀冊，這時啊，咱會定會招朋友做陣去。咱會當講啊，阿偉啊，後禮拜就是期中考啊，咱這禮拜敢要去圖書館讀冊，安尼啊，來小招去圖書館讀冊。總是啊，有時咱會臨時有代誌，愛較晚到一時啊。這時咱會當寫來通知朋友，講啊，我會較晚到，你先替我佔位敢好？安尼啊，就袂講你到位的時，朋友的邊啊已經攏無位啊，兩人愛坐真遠。有時啊，你會先到，這時你就會當發來互朋友，講啊，我到啊，先去你哦。你來的時啊，直接起來就好。上尾啊，咱來學習今仔日的句型。請問這本冊放佇倒位？我哪會找無這本冊？敢是已經去互人借去啊？我敢會當先注文這本？我會較晚到，你先替我佔位敢好？我到啊，先去你。你來的時直接起來就好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圖書館講台語啊，其實嘛是真會通的哦。唔信啊，咱來去講看賣。今仔日個百工講台語就講到這，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咱後擺再會。謝謝媽媽。